利路亞啊！去年啊，過年啊，喺店呀，啲神沙士喺店，肯盡呢生，一係設家嘅神沙士嘅喺店啊，一出係過年咯啊，用啲字咪聊先係มั้งที่ก็過年กันมาน่ะงั้นเท่ากันรีวิวอยากให้แข็งแข็งเสียง多模的多樣先嘅呀，價錢要貪上呀，但係是個舒服最快樂呀，因為乜呢？是個過年跟最快樂，過年快樂是個咪先係先辛苦呀，是個做事又安全安歡喜呀，但係我講中啲是咪聽最歡喜，很要過歡喜，因為是過年咪先係咪先辛苦是個快樂，都係甜絲，其實人在世間裡快樂。但係我嘅聖經講係，在約翰福音1ที่12節咁樣講咗。但係每個人相信主耶穌信任佢做救主，信任佢做天父，是個最快樂，係咪呢？因為是個做嘅阿那，或者是個做上帝嘅阿那最快樂呀。還有約翰福音一樣講，在路加福音10ที่20節咁樣講到。最快樂嘅人、最歡喜嘅人，都係自己嘅名要天堂當嘅的住咗，要住落天堂當。但係呢，就自己嘅名要住落天堂當，嗰就自己信任主耶穌，自己做嘅阿那，哇！然後自己冇些嘅你喺度，自己熱天進到天堂，天堂自己做上帝嘅阿那，自己做緊好個快樂嘅日子。好個要求歡喜嘅日子，即刻唔會斷氣觸發嘅日子，但係呢，因為個信任耶穌做救主，即刻做嘅阿那，即刻做嘅一切收回你嘅錯，一切收回你嘅罪，本佢赦免hết，即刻變嘅阿那嚟講，即刻世間你喺度，但係喺主嘅快樂，因為主要保佑自家，要照顧自家，冇病嘅自家。見到嘅禱告本隆重兄弟姊妹，要聽一段段嘅客家福音你打開一個心，你信任耶穌做一救主，做一天父，你做嘅阿那，你就係最快樂嘅人了你下次家世間世間啲人假設人講點，自家嚟謙卑，打開心，信任耶穌上帝，做自家嘅天父，自家做嘅阿那，就係最享受、最快樂，要天家。學見自家嘅能夠喺度熱頭，自家嘅靈魂，自家嘅生命盡在天家。耶穌基督祝福大家，哈利路亞，阿門。OK。